后来乡亲啊寒流来了，全台湾各地头阴暗会愈暗愈冷。高雄市寿山动物园嘛，提前帮动物来做冻寒的准备，像这个乌龟甲鸟仔类，用保温钉来保温暖。红毛猩猩是互因篷布来架好烧，啊若狮啦、虎啦、大象等等，因为毛较侪、皮较厚，这冻寒无问题。用布棚砍掉的这只红毛猩猩，感觉会寒，气温是愈来愈近。天家伫散步，因为有保温钉，真爽快。其他的鸟仔嘛有保温钉，也有像龟甲其他的动物，高雄市立寿山动物园，园方拢有提早做准备。除了注意我们的那个天气的那个预报以外，我们自己也会用体感的方式去感受一下。假如说像现在的温度，我觉得有点开始变凉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启保温灯的作用。就讲狮虎、大象等等，因为伊毛质皮厚，较唔惊寒。是讲园方表示讲，会依照实际状况做调整。这波寒流将好全台湾拢冷叽叽，动物爱对抗寒流，乡亲嘛爱穿好烧。